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56339例本土病例，有115个人死亡。明仔载第2档的儿童 BNT 疫苗会当开始注入。今仔有12公布恩恩事件，新北市消防局录音档案，恩恩爸爸指控官僚杀人，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无耽误就医。东吴大学一个音乐系学生画出中国解放军1200个军事基地的地图，过来专家认为准确率有70%。新闻开始来看，过来今仔增加56339例本土病例，有115个人死亡，209例中重症哦。指挥官陈时中已经解除隔离，转来上班咯。也毋过因为伊的快筛阁是阳性，所以今仔嘛袂主持记者会。明仔载开始就会当做第2档的儿童 BNT 疫苗。另外，咱国内目前计共是通报2例有可能是 Miss A 案例。那么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指挥官陈部长他今天的快筛仍然是2条线所以今天我们的记者会仍然由我来主持。那今天我们的本土病例是新增公布56339例，另外有境外移入65例，跟死亡的个案有115例。中重症的部分是增加209例，在儿童的部分今天有新增2个重症的个案不过好消息是说病况都已经有改善这个肺炎的部分都已经有治疗好转，所以6月22号开始逐步开打这个第2剂的儿童 BNT 的疫苗。那在校园接种的部分预定是在这个也是会在6月下旬到7月初的时候来跟学校这边教育部这边来合作来安排是目前来讲有收到总共2例疑似这样 Miss A 的一个个案初判是还没有办法符合这个 Miss A 的病例定义会提到我们的专家会议再去做进一步的报告跟讨论。今仔开始参加国内的旅行团无一定爱注3档的疫苗，有48点钟内快筛的阴性证明嘛是会当。若是有人中途快筛是阳性其他的人嘛是会当继续行程。也毋过有医师是烦恼讲，共一团的旅客嘛算是密切接触者，甲带做伙的亲人共款患着病风险是真悬。伊认为讲嘛是爱注3档的疫苗才保险。无主办3期疫苗也会当带团参加国旅啊。交通部20宣布，无主办3期疫苗人，只要提供48点钟内的快筛阴性证明，就会当出去佚佗。这个期间，若有团员有症状快筛阳性，其他团员也是会当继续行行程。对此有专家烦恼，国旅团成员同齐坐游览车，同齐食饭，可能还阁住同一间房间，其实甲带做伙家庭同款有传播风险。同团的旅客他那个接触的时间其实也蛮久的，他接触的时间说不定跟一般的家人一样，是不是同团旅行的旅客其中有一个确诊，其他的旅客得到感染的机会其实是蛮大的，这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居家隔离的规定。虽然新冠本土疫情登赴，不过也是传出未少儿童重症个案。南口长庚吴昌定医师伫面册分享，5月中一名确诊儿童互送来急诊，迄当时小朋友出现发烧、喘袂离、气号等症状，甚至喘气时阵边肋骨会产生落去的情形。好在在及时插管治疗，即马病况稳定，已经康复出院。声音沙哑。咳嗽像狗吠的声音。第3个就是说呼吸的时候会出现哮鸣。如果当变得更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所谓的胸凹，甚至说肋骨上的一些凹陷。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儿童重症累计有62例，包括脑炎21例、肺炎12例、白血症3例、气号7例、Miss C 12例、强病2例，家中死亡5例，死亡累计有18例。医师强调，预防儿童重症方法就是注疫苗，无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只要符合资格的人，拢量早会当做疫苗，以减少病毒感染甲传播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团调查发现，讲最近2档，咱国内有326件快筛试剂 EUA 申请，最后只有33件通过，其中有8间公司的背景，佮有资本业拢有争议。国民党团是质疑讲是业主护航，要求成立专业小组来调查也毋过民进党团是向国民党话话讲，有问题会当直接去检举。
国民党团对快台 EUA 的议题是一直追究落去。除了进前大兴公司乌心快台试剂的事件，国民党调查发现讲，同款摕到 EUA 的白青站公司，伫今年4月份之前的资本额敢若有50万，5月20摕到 EUA 了后，5月26就净资做430万。另外一间标准生技医药公司，嘛是今年4月份才打成立的，进前敢若是社区内底一间交涉间的药房尔。录取率、通过率只有10%，却是一些这些奇奇怪怪，不然就是资本额背景哦，这引人很多的遐想，无法接受，却都可以迅速拿到。除了检调的调查之外，监察院针对行政疏失的部分责无旁贷，也应该要尽速的立案调查。国民党团列出2篇真大篇是有数的大代志，讲最近这2年国内的业者，拢总有326个快台试剂 EUA 的申请，落尾敢若有33间有核准，通过比率敢若是10%。不过内底竟然有8间有争议，要求就要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针对这点，民进党团回应讲，唔通用行政程序来干扰防疫工作。不要，其实就是用这一些行政的程序或者是政治上的干扰来干扰原先该防疫的工作。我认为国民党从头到尾就想要模糊这个焦点。政府为保护国人健康以及维护商品的品质，一定会严查严办，追究不罚。民进党立委林正义补充讲，针对大兴公司乌心快台试剂的部分，只要有符合标准，食药署并无规定袂当使用中国制造的。即卖问题是业者提交的申请书内底写讲，试剂制造的地点是美国，要追究的是厂商超工伪造物件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2岁查甫囡仔恩恩染着病过身，伊的爸爸一直望讲会当摕到消防局报案的录音档案，囡仔就有10字公布完整的报案的过程哦，显示讲消防局一直联络袂到卫生局甲卫生所的人。恩恩的爸爸是指控讲官僚杀人，嘛拍算要提出告诉。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表示讲，卫生局是依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并无耽误着就医哦。行政院长苏贞昌是爱新北市应该检讨的所在，得好好检讨。他们没有把他们正在处理的一条小生命，那是我的儿子，当做一个很慎重的事情在看待。文文爸爸后甜流目屎，控诉官僚杀人，继续对文文送医延误81分钟真相。媒体人就入库，透早透过广播节目公布录音档。客山消防局向当时为有权派救护车的卫生局要求帮助的时阵，卫生局听到消防局人员陈述囡仔身上出现紫斑的时阵，回应说是请等一下。发烧，然后好像状况不太好，有紫斑。好，我来门看没啊，起码北医就办呢。OK。如果再进线的话，你要稍等吧。文文爸爸表示。向新北市提资料，一直予消防局用借口阻扰。即马录音档公布，批评消防局长甲卫生局长拢在讲白贼。消防局黄局长或者是卫生局陈局长，从头到尾都在说谎，所以他们以各自理由去回绝，很瞎。为什么消防局黄局长没办法捍卫你们消防局基层弟兄清白？立营机关大厦这期专案上大的问题是新北卫生局找不到人，个领回判断新北 SOP 出问题。不断有吹哨者流出资料，我们才知道这3个礼拜时间，新北市政府从头到尾在掩盖真相。录音档流出，就等于是打脸了侯市长。之前您的眼泪就是一个鳄鱼的眼泪。当时中央的 CDC 也在第一个时间就对外公开说明。了解我们所赋予的流程跟时系以后，就公开说没有延误就医。行政院长苏贞昌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应该检讨的所在都爱检讨，才会当阻止遗憾的代志发生，将防疫工作做到上好。恩恩爸爸所要求的，也就是把童年记录让他能够了解。这81分钟是怎么回事？新北卫生局是声明，当时是依照中央的相关规定执行，并无延误就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要派蒋万安选台北市长，民众党是派出现在的副市长黄珊珊哦。因2个人最近是针对主体政策和党籍问题互相针对。另外，想要争取民进党顶调的林佳龙，今仔早起是提出真侪项青年安家的政策，要来争取支持。
为新家生囝、饲囝、创业甲老人照护，因此民进党真正参选台北市长无人数大赛，林佳龙捧出政策牛肉，像讲是新家生囝基金上济20万，女性生育补助增加公立托儿所的名额，还有青年创业贷款利息的补贴。林佳龙在接受广播访问的时阵要来稳固青立的选票。我已经有主动提出邀请。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些身份是其实是可以有一些使命是可以跟我们台湾一起面对这个转型正义。邀请国民党的蒋万安来讨论中正纪念堂未来要安怎转型，提出政策想要证明家己是民进党内上适合人选，林佳龙呼吁党内赶紧来做提名作业。不过想要用无党籍参选的现任市长温珊珊对着林佳龙的市政支票是无啥认同。伊讲提钱出来是上简单的，不过要让少年人愿意来生囝、饲囝，是爱完整的配套。不单单只是金钱，我觉得把它想成金钱的话，给他再多的钱，其实他的薪水还是2万块、3万块，他还是不会生孩子。所以重点是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环境。面对温珊珊话讲爱来超越压力，国民党提名蒋万安透早甲所有市议员提名人做伙来翕相，手摕着家母带家囝的牌要用正拿的色彩稳固这场市长甲议员的选举。我想这个问题需要去问黄副市长，这是他专属的问题我没有选择党籍的问题，我就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年底我就是代表国民党参选市长的选举。对着青银换机去温珊珊回讲市府早就咧做咯，蒋万安讲重点不是向前讲的，是安怎来执行。另外，林佳龙的点名，蒋万安是无正面来回应，敢若表示讲，伊身为蒋家的后代是真公平，希望未来卖当互台北市变作是国际重要城市。记者张志荣、陈立峰、王德新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市长，民进党是派出现在的新竹市长林智坚参选哦，也毋过因为较近伫厝隔离，昨暗伊伫面册表示讲，按算7月初会先辞职，甲户口迁到桃园准备选举。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昨嘛甲户口迁到龙潭，今仔继续来拜访基层。民众党的参选人赖香玲今仔是对桃园火车头出发，伊讲这届的桃园市长是一场政治权贵甲平民市长的对决。桃园市长的选战起鼓，那绿白三边拢有派人参选。代表民进党竞选桃园市长的新竹市长林智坚，20透过人面册强调讲，按算7月会请辞，甲户口刷去桃园。新竹的市长工作要因为伊离开，或者是副市长沈慧虹参选，都来拍远去。6月30号才会7+7的时间才会到月初到月初或月中左右啦那我会提出辞呈然后将我的户籍迁到桃园来做这样一个参选的一个工作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20去龙潭区户政事务所，甲户口刷去龙潭的渴望园区。针对林智坚请辞参选，而且可能会甲户口刷去桃园的青埔。张善政相信桃园的乡亲会做出家己的选择。那伊今仔日嘛有去拜访基层。我在龙潭工作了12年，所以到龙潭把户籍迁过去是饮水思源的做法，没有什么安全牌不安全牌。要甲拿力竞争的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香玲，伊伫桃园火车头大庭公布桃园向前行竞选的主题，强调讲这是一场政治有权势的人甲基层的对决。这一次的战争好像是蔡总统跟朱主席的战争，那我要问我们桃园市民，要用这样的一个高层战争来选择我们的桃园市的大家长吗？若去访问到户口当时要刷去桃园，还佫有买厝的地点，罗香玲是笑讲，伊的户口会伫桃园区，记者是基站厝会用租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关初则公布讲，暂停台湾石斑进口。农委会是要求中国爱提出科学证据来做讨论。农委会嘛公布其中11间养殖场的检验报告其实拢无问题。之前确诊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解除隔离，嘛出面强调讲，这几档石斑的检验拢有合标准。过去5年，食药署在上市后，所谓的上市后就是到市场端。所有石斑鱼的用药检出，在过去5年，每一年的合格率100%。主委陈吉仲除了强调讲，国内最近5档的石斑检验拢无问题，伫过去10档养殖场抽检合格率嘛超过90%。
伊讲台湾的石斑品质有保证，绝对真安全。注意嘛，表示讲，若是外界对官方实验室检验结果有疑虑，农委会是愿意出钱请第三公证单位过来检验一解。再来看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5月底已经上任，按算最近要去日本拜访日台交流协会哦。因为中国禁止咱台湾石斑进口，日本有业者表示讲愿意斗3工。苏家全哦，即届去访问，嘛望讲会当促成合作，也毋过详细行程佮安排。前立法院长苏家全5月底接到台日关系协会会长的职务，即马计划最近将访问日本，拜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这也是疫情以来台日两协会首长头一摆实体交流。最近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的石斑鱼，因为苏家全担任过农委会主委，有希望促进台日农渔业合作。访日的相关行程目前仍然还在安排当中，所以还没有完全定案。至于苏会长访日的期间，将会就促进台日实质关系以及强化台日在各领域的交流，与日本各界广泛的交换意见。日本几夜摆表态重视台海议题，搁较强化印太地区的合作，东方看作是积极应对中国威胁。最近，中国海警船出现伫钓鱼台4颗位海域，日本派巡逻船确保渔船的安全，搁较警告海警船离开。中国最近也伫南太平洋一直有动作，一连串行为，亲像有意要求咱国的友邦。外交部也规划将邀请其他太平洋友邦高层来台湾访问，我们有信心与友邦维持稳固的邦谊，继续深化友好合作关系。外交部有信心稳固太平洋友邦。另外，菲律宾总统当选人小马可斯30将举行就职典礼，咱国已经向菲律宾表达出席的意愿，不过一直到目前为止，拢还未得到菲律宾的邀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东吴大学音乐系学生温约瑟，伊用1档的时间做出中国解放军的地图，指出中国1200个军事基地，甚至有上新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伫上海做准场的位置。有专家表示讲，这个地图大概有70%正准，算是真无简单。邮票所标记的地点，就是中共上盖新第3航空母舰福建舰。伫上海江南制造船，会当真清楚看到甲板顶悬有3条弹射器，还佫有配置电子弹射。另外，就连离金门干那5公里半的厦门，嘛还有列出10几大军事据点。这份地图正详细来看出共军各个基地的设施。这个地图制作者是一个东吴大学音乐系4年的学生温玉石。解放军有时候会在沙漠里面弄一个很大的标语啊，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啦。还有空军的设施，然后中央政经的军事机关，没有人想战争啦。我觉得不管两岸是战是和，就是大家多多了解总是好。开1年的时间，整理 Google 地图、百度地图之外，来标出1200位的地点。地图顶悬规个拢是中国的5星旗，亲像陆海空的军事基地、中央政经的军事机关、火箭基地。温玉石伊讲，中国军事设施有3大特色，包含方正、死板、精神飘逸。温玉石伊来透过这份共军的地图，表达反共的立场。强调讲，无人毋望战争会发生。专家讲，温玉石透过公开资料做比对，做出这款共军的地图，伊的准确率有70%，应该就要真加肯定。它是有相当的正确性，这不太容易。但是以情报的眼光来看，这个跟真实的情报是有一点距离。但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现在共军的重点是在台湾。台海的情势真紧张，嘛引起美方的重视。美国参众两院最近有来提出国防授权法案草案内底，都讲到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美国联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进前有通过草案，就是要求美方和台湾签订数年的计划来做联合训练演习。法案最近会送到参议院的院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海洋委员会伫高雄的新达港起国家军模实验室，会伫民国114年完工，是国产畅水艦正重要的一步。嘛邀请台大、新台等大学合作。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就亲身去高雄来主持军模试验国家队的成立大会。互人看做咱国打造军舰最后一段路的国家军模实验室，去年确定要起伫咧高雄的兴达港，按算伫咧2025年会完工。毋但实验室，主导计划海委会国家海洋研究院也邀请4间大学来整合技术，第21成立军模试验国家队。这几年来，国建国造的海巡和海军的舰队、舰艇一艘一艘的下水成军，我们用行动和成果，让世界看到台湾造船的能量，还有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总统蔡英文佮亲身来主持国家队的成立大会，显示中央对家己打造军舰的决心。目前国内台大佮新大有拖航水槽，海大有空实水槽，毋过欠内海性灵水槽佮回旋臂水槽，所以咱的专家伫爱送去国外试验，恐惊会落实机密。内海性水槽都在国外做，但是国外做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控制不一定很好控制，还有实验场地不太那个问题，还有的时候我们的设计的机密也有治安上面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技术留在台湾。郭汉仪表示，实验室会整合台大这寡大学的专家试验资源，也有中山大水下载具技术，希望未来军舰、畅水舰、甲海巡舰等等的专家，会当直接伫台湾完成试验，达成台湾国防自主、家己打造军舰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人员介绍起，台电今年可能会了2000亿。后礼拜一特别来召开电价审议会，我介预测7月份有可能会起电价，应该会先针对企业用电的大户来起价哦。也毋过，金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芳是公开表示反对，讲只针对企业来起价，这是对企业界的处罚吗？伊嘛讲哦，安尼企业有可能会甲工厂刷到其他国家来做抵制。有望接理事长吗？我们开大会嘛。一定了，一定了。工商协进会改选理事长，现任的理事长林碧芳伊直接讲，虽然是公开改选，不过接任的人就是伊。台新金控的董事长吴东良，伊讲伊来担起和企业界甲政府的桥梁。不二个伫卸任进前，林碧芳伊要讲，认为讲7月的电钱调悬，无应该干那针对用电的大户，应该都爱规范来调悬计价。制造业会出走，一定会出走。只涨用电大户，那就是处罚用电大户，受政府处罚，我们就应该出走了。林碧芳表示讲，就算电钱起悬到近崩3%，嘛是无法度来解决台电了钱的状况。认为讲现阶段通膨的压力过大，建议分阶段来起悬。不二个，宜美食品的董事长高志祥认为讲，合理来反映电价，电价干那占企业经营的一小部分。全部都不涨，变成电力供应亏损几千亿，税收的预算对经济也是不利的。现阶段的台电是拄撞到卖1度电就爱了1度，不过用电量会因为气温升悬，煞咧增加。台电估计20月即天的用电量可能会达到上悬，离转量的这个灯号会转做警戒的黄灯。大潭的互循环的大约74万呢，还在进行税修。中火的5号机。还有林口的2号机有破管，今天的备转容量呢，略低于10%哈。台电表示讲，电价是不是有要起悬，会考虑到物价、燃料成本这个因素。电价审议会会来通过规范的考虑，找出上适当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放任边境的管制，也毋过一礼拜限制25000个旅客入境，或者这买回国民众拢会抢名额哦。嘛传出讲有民众买无机票，伫上海飞袂转来台湾，就要等7月中才有航班通坐哦。也毋过业者是表示讲，这主要的原因是航空公司必须要配合上海的防疫政策。松山机场国际线的大厅看到是空，敢若有较少的旅客伫等尔。详细看国际航班的资讯，除了早起11点30分要飞去日本羽田机场以外，规工拢无其他出境的航班。虽然袂少国家小连续开放边境，不过飞行机的机座还未完全恢复到应过的程度，恐惊会影响行程。加上机票价小大起，
嘛拢影响民众出国旅游的意愿。其实我是3月份买的，所以好像还好。我有就是中间换一次班机过，对，就是好像第一班就5.6小时，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赶快换票，所以就麻烦一点。拖那么久，然后又不是我要的时间啊，就先不做吧。不少民众是保持观察的态度，不过指挥中心为15开始放零边境的管制，入境检疫改做是3+4，而且每一礼拜入境的人数限制伫咧25000人次，大概是伤济假。今嘛佫传出有民众因为买无机票，煞调伫咧上海无法度转来，上紧爱到7月中才有航班会当飞转来台湾。针对这点，有旅游业者讲，主要是因为航空公司拢会配合上海的防疫政策。在中国大陆的方式就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用清零的关系啦。像有的旅客昨天要回来，他人是在上海，但是上海航班从6月初开始就一直取消，不管是从上海浦东或是从虹桥开始飞，都几乎都没有。那个从上海要飞出来的，只有一班华航。那7月14号，搞不好这一班也会取消，5天至7天会提前告诉你。那你有办法去解决你的后段航班的问题。业者表示，目前往回中国主要的客源，也是以商务客甲留学生为主，而且一架737客机的座位，敢若有180几个，飞轮机的机座并无逐工有，供应无够需求，都会出现无论是经济舱、商务舱等等，机票拢订无的情形。不过航空公司的座位拢会随时做更新，若是有人取消或者是退票，都也是有当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最近嘛，佮传出讲疫情的摊，因为实施真严格封锁管控，嘛已经对经济产生真大影响咯。中国欧盟商会昨日公布一份调查，有2成3的欧洲企业已经考虑讲要放弃伫中国的投资哦，这个数字嘛是10年来上悬的。中国上海4月爆发本土疫情，当局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种种限制也对商业活动造成冲击。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一份针对欧洲企业的调查，有60%的受访欧盟企业表示，在中国做生意哪来哪困难，原因就是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We hope that China is really waking up, that they are reopening borders, that they find a way how to get out of this zero tolerance COVID strategy, because it causes a huge uncertainty, and this is for sure not good for investment. 中国欧盟商会在今年2月到3月对600多间会员企业进行调查，当时大约有11%的企业考虑退出中国。4月的调查收到大约370多间企业回复，考虑退出的比例提升到23%。而且有92%的会员企业受到供应链问题打击，同时有3%的会员企业表示，因的营运受到防疫措施的负面冲击。不过，中国有关陆续传出本土疫情，澳门也伫过8个月251天，各出现本土感染，20公布增加36例确诊。澳门为19开始，一连3天对60万居民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個個都怕咁排隊，一陣間嚟遲咗排隊長得滯咯。澳門政府宣布，根據風險關鍵的程度，採取封閉加管控措施。澳門衛生局指出，軍主爆發的2座大樓已經實施封控。一個咧係以我哋有13名外僱嘅一個居所嘅一個叫做艷麗大廈。咁喺佢嘅物理位置，即係嗰個地理位置上邊咧，咁係同我哋個獄警嘅一個同事咧，佢經常會去嘅一個住所咧，佢因為佢親戚嘅住所咧係叫達昌大廈，佢就係隔咗一條街。不過分析師表示，因為多數居民向要求點得出來，餐廳關門，邊境禁鎖，也代表未來幾禮拜較長的收入可能會是零收入。公司新聞鄭慧欣編譯。来看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昨有7万人行上街头抗议，要求因的政府面对通货膨胀，就要提出办法甲行动哦。某机场的员工参加罢工，造成真侪航班拢取消，当地交通是大乱。另外，伫英国伦敦，有几千人上街头抗议通货膨胀，跟物件拢起价。铁路的员工哦，按算讲1礼拜要罢工3天，或者这民众是踹蛋。
民众发口号要求政府提供工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20有超过7万人行前街头抗议，要求政府对大幅度增加生活成本采取行动。比利时6月通货膨胀率有9%，有价起价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供应链和能源造成冲击。À l'heure actuelle des choses, tout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Ce n'est pas évident. On ne sait plus aller travailler, le carburant est trop cher, on ne sait plus se chauffer, les loyers deviennent impayables et effectivement là maintenant il est grand temps que l'État puisse nous faire quelque chose et changer la donne. 这场由布鲁塞尔机场甲比利时全国大众运输网络发起的一天罢工，工会表示有8万人参加游行，比利时警方估算有7万人。因为布鲁塞尔机场安全人员也有人罢工，所以迄一天大部分的航班拢取消，大众运输也强要袂停袂动。英国伦敦顶礼拜六也有真侪民众上街路抗议，啥物拢起，只有薪水无起。英国4月通货膨胀也是升到9%，政府连续5摆升利息应行。官方预测10月通貨膨脹會進一步衝到11%以上，這是40年來新高，這是因為俄烏戰爭。In London now, where the housing market is uniquely cursed, rents are going up by £200, £300 a month. I can tell you for free, my salary's not gone up by £200, £300 a month. So it's becoming a case of how do they expect us to survive? How are we expected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to have a shelter over our heads? It's impossible. 英國鐵路工會員工也加入抗爭，因為爭取加薪的勞資協商破裂，因為第1、2、23甲25進一步大罷工。估算有4萬多名員工參加，也是30年來上大規模的罷工。目前英國政府並無介入平息這場勞資爭議，罷工一時展開，只有半數鐵路路線提供2項服務，通勤族會受影響，英國經濟也會受到打擊。公司新聞林慧君將會面分析。日本第2件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官司，昨台版的地方法院是判原告敗訴，法官是無認同講無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憲法，所以這3個原告就去當場向台版的高等法院擱再提出上訴。日本3對同性判例，以政府無承認同性婚姻的民法甲戶籍法各項的規定，違反憲法保障婚姻自由甲法律頭前人人平等為理由，向台版地方法院提出每一個人100萬1票的訴訟求償。法官20宣布判決，內容寫講，為個人尊嚴的觀點來看，有必要了解同性判例公開得到官方承認的好處。不過，無承認這類關係，袂當去用看作是違反憲法。法官內底也是表示，什麼款的體系對這款的關係是有打敗的，也無完整公開的辯論。原告行出法院了後，看到是真失望，當場表示會向台版高等法院提起上訴。ひどい判決だなと思います。変えられない自分たちが変えられないこの性的指向で差別的な取り扱いを受けていること。これを合憲としたわけですよね。だから非常にもう憤りを感じてますし、もう本当に残念で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同性同士、戸籍上同性のカップルが今、人権侵害に遭っているってことに対する法律裁判所としての判断というものを回避したという判断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して、すごくそこはショック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います。2019年西洋情人節迄一天，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士向札幌、東京、台版，也閣有名古屋的地方法院提告。同一年9月份，也閣有另外3對同性判例向福岡法院提起類似的訴訟。去年3月，札幌地方法院的頭一場的判決，認定政府無承認同性婚姻違反憲法保障人人平等，不過無承認政府有迄個責任，所以甲因的賠償要求駁回。日本という国は昨今では LGBT プラスについて興味関心が人々の興味関心が出てき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感じてますけれども。海外に比べたらまだまだそういう方々の住みやすい国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それが変わっていけたらいいのかなっていう個人的な意見であります。
日本宪法第24条有关婚姻的解说，其中规定讲，婚姻爱伫男女双方的同意，应该透过夫妻平等权利的互相合作来维持。照日本目前的法规，无批准同性伴侣结婚，袂当继承伴侣的财产，对伴侣的囡仔嘛袂当行使侵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香港真出名、真有历史的海上餐厅丁宝海鲜坊，顶礼拜拖离开港口哦，也毋过伫礼拜六哦，伫西沙群岛附近的海边啊刷冰船，虽然船公司就想要甲伊抢救，也毋过因为海水的深度超过1000米，落尾就决定讲要放弃。真济只拖船慢慢将这只传奇的海上食府丁宝海鲜船拖离香港，要去下一个目的地来维修。顶礼拜，香港人真唔敢甲这只船道别的画面，也搁伫眼前。想袂到，本公司表示，这只船顶礼拜六已经伫西沙群岛附近水下冰船。本公司表示，丁宝海鲜船拄着风影，船身开始出气。负责拖船公司虽然想要救援，不过因为发生的地点水深超过1000公尺，要顾船的工程真困难，所以最后伫19船全部拢沉落去。这意外互繁华一时的丁宝海鲜船正式行入历史。好在在船并起无造成船员受伤。母公司强调，根据规定，丁宝海鲜船伫离港进前已经有请专业人员检查船身，更加围绑。目前会进一步了解代志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来看，新北市的淡水哦，今仔早起又搁发生啉酒洗车弄死人的意外，有一个姓林的查某人去弄死一个交通维护人员，酒测值是0.77，超过标准哦。警方调查嘛发现讲，这个姓林的驾驶毋但无驾照哦，之前阁有2届啉酒洗车的记录，嘛已经甲移送法办咯。经过管制路口，一只跑车呼呼叫安尼驶过来，车身雄雄转一个，驾驶也是继续驶。现场有工人冲起来，要甲这只车砸落来，因为有时间的人员去互弄到倒伫涂骹，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最近，然后晚上都有在施工，施工都有穿那个衣服，照理讲应该是你不要喝酒的话，别人都会注意到。闸缝的玻璃是弄啊规个脆糊糊，慢慢嘛落落来，规只车掉伫咧施工的点仔加路，有大型的机具吊挂。这个车祸是发生伫咧21半暝2点。警方表示，这个姓林的查某人涉嫌食酒驶车，载伊做共道的朋友，经过新北市淡水的民权路，无咧看交通的指挥，弄入去施工的现场，还佫直接弄到指挥交通的人员，造成伊头壳骨闭气，伤了真严重，送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回来。对嫌疑人实施酒测值明显超标，全案警方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同车女性有人一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罚。这个姓林的查某人，毋但是无驾照驾驶，而且已经是第3届食酒驶车去互抓到。警方指出，伊的酒测值是0.77，伊共用危险甲过失致死的罪嫌移送侦办。这届因为啉酒驶车出代志弄死人，造成其他的家庭破碎的悲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伫2个月内发生3件年母照顾囡仔意外死亡的案件，其中有一个年母哦，伊个超收囡仔。有民代就要求社会局应该甲本地委托办理的托育服务中心收转来家己办哦。台南市社会局是表示，因会来做讨论。查甫囡仔面对镜头，笑甲是真欢喜，是互人疼惜。但是这位8个月大的查甫囡仔，却已经是死亡。发现地点佫伫咧保镖因兜，互家属是无法度接受。医院那边的就只写那个呼吸中止导致死亡。他给他趴睡，然后他这段时间他去备餐，8个月的小朋友已经会趴了，正准备要学爬了。有什么原因让他趴睡没办法翻身，还是什么？那中间有很多疑点啊。家属是认为查甫囡仔死因无单纯，找上民代侦前，民代一查，才发现还佫有其他的案，分别是4个月大的查甫囡仔以及9个月大的查甫囡仔，嘛拢是因为保镖做无好造成死亡。4个月大查甫囡仔死亡的个案，保镖甚至佫是超收。民代质疑台南市社会局的保镖托育系统是出问题。例行访视的这一个部分，根本对保姆来讲没有什么，他认为保姆讲难听一点呐。保姆就可以超收啊！明明规定要照顾2个人，照顾到5个小孩。
民代要求市府将劳务委托托育服务中心收回主办，并且订定更较严格的托育服务中心管理。日前3位保镖其中1位已经是撤销，另外2位是暂时停托调查当中。我们认为他有违反《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的第26之1条第1项，他就是有因为他的行为违法或不当，导致他照顾有严重的一个影响儿少的权益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将他就是撤照，让他不能再继续担任保姆。社会局进一步说明，目前全国22个县市当中，21个县市拢是委托专业团体专职来办理。社会局将会研议来讨论，未来嘛将会提悬对于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督导以及管理的强度，维护居家保镖的托育品质。记者王正云台报道。来看台中市高中以下学校，目前拢是线顶的上课。也毋过市政府是表示讲，学校会当家己来决定讲，学生敢要转来学校考期末考。有超过50间学校的学生代表联署因指出讲，有8成5的学生认为应该取消实体的期末考试。台中市教育局是回应表示讲，学校若需要求学生爱转来学校考试的话，一定爱做好防疫，嘛爱甲学生沟通。学生的代表叶飘记表达诉求，因为补办疫情还阁伫咧高峰期，也是有真侪间学校决定要举办实体期末考。学生代表烦恼讲，已经进行线顶教学的防疫作为，可能会因为实体考试来真做防疫空芳，嘛批评市府授权予学校做决定，实在是真无负责任。攸关学生健康权的问题一直下放给学校，那造成校方跟学生一起产生了这样子不必要的冲突。我觉得防疫的重点性是更大的，就是考不考试对于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发起联署的纪同学表示，为18开始统计到20早起11点，有超过50间学校来响应。有85派学生认为讲，应该取消实体的期末考，改做多元评量甲考虑平常时的成绩，嘛会当兼顾学生的评量权。因认为讲学生的健康无应该交予学校来决定，不过家长却是有无同款的看法。实体考试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公平嘛，因为大家是同一时间一起考试。线上考试，我觉得比较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在家里说难听一点，有没有读书都不晓得了，考试他到底怎么考，你怎么知道？不少家长认为讲，虽然是尊重学校的决定，不过甲线顶的评量来比，实体考试也是相对较有公平性。台中市府表示，目前6都内底，包括台中、台南甲高雄，拢是授权予学校来讨论甲决定。若是确定要办理，会要求爱甲沟通做好。由各校考量教学现场以及执行的方式，在顾及每位学生升学成绩评量的公平性，经过校内会议的讨论，妥为沟通后来办理实体的期末考。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除了会严格审核防疫计划以外，嘛要求学校爱保障学生的权益，也佮有考试的公平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玉里，有一个民众甲几啊只狗仔用铁链绑伫外口拢无照顾，有一顿无一顿，已经死真侪只咯。有动保人士发现要求讲这查甫人无应该佮饲狗仔咯，嘛已经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今日查甫人专门饲狗仔的原住民保留农地，虽会当看到3只真瘦的狗仔，互铁链绑着。生狗的花仔无水无食物，狗仔枵佮喙焦，也毋过倒位嘛无法度去。佮较毋甘的是，边仔佮有2只狗仔已经变成白骨。那些狗很多都是莫名其妙死掉。那我们到现场去看呢，没有水，没有食物，连遮蔽物都没有。一只狗就是它死亡的时候是还带着项圈跟铁链，所以等于是绑到死。因为其他的树骹也发现狗仔的头壳，动保人士怀疑饲主长期不当饲养狗仔，顺沙找到饲主问死亡的原因，想袂到饲主直接讲，这个狗仔拢是热死的。我狗不要的我就换了，尽量不要放了。啊，有喂狗吗？有喂狗也是有，早都2件3件。我要是想喂，又不是打猎用的。那个狗是生病死掉的还是？热到死掉。你就是没有放那个没有放水狗屋啊。为了救原村的3只狗仔，动保人士愿意提供免费的狗仔厝，也毋过饲主无上大的意愿，所以只好向动保单位检举，希望法律会当阻止查甫人不当饲养。依据《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2项的规定，饲主对于管理动物必须提供安全还有适当的遮蔽等等的生活环境。如果说饲主对于管理的动物有故意或者是伤害等等导致动物死亡，
那可能涉及到会有所谓的行政刑罚的一个情况。附近居民私底下表示，其实这名查甫人的狗仔一直拢咧活，2年前的狗仔甲即马已经拢无共批，希望动保单位家己组织查甫人继续饲狗仔，以免更较侪狗仔受害。记者综合报道。落水溪出海口，逐当透东北季风的时，就有真高的风背山，对当地民众影响是真大。也毋过，经过这几冬的整治，已经改善真侪咯。第四河川局嘛，准备要搁开4700万咯，要甲附近来打造做生态的基地来发展观光。来到落水溪出海口，20个水井供应水源，加强内覆盖、水覆盖，河原本一片沙洲已经变成绿地，改善落水溪用电的情形。经过这几年用电的治理，云林县全年用电事件日为2017年59天。降到去年6天，今年到目前只有剩1天。我们所有用的一个土方，通通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浊水溪里面的一个河中岛，本来的风背山的河中岛，我把这个河中岛挖起来囤咱家的这个基地哦。那这样子呢，1.2公，除了解决扬尘问题，第二个也是我们节能减碳的做法。市河局表示，改善用电后，现在进一步展开绿美化工程。将出资4700多万，针对可处寮梯段，总面积20公顷，结合地方创新，打造休闲广场、看夕阳平台等等，成为新的生态基地。我们是在中央的分工下面，好，他们负责地方内的资本，那我们负责应变，那还有一些紧急的作为，就是把三仙胶，好，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在实施的生物胶的部分，好，那这部分就是由县政府这边来努力的哈。有关表示，为了改善困扰多年的沿海风背山问题，关府和市河局共同规划，将落水溪各河段因地制宜，以无共工化改善用电。至市河局就讲，未来这个所在阁会种植6000丛的树木，成为落水溪生态基地，提供民众休闲场域。记者有报道。来看婚姻未了者哦，前一阵有公庙传出讲新尊互人淘汰去，警方是真紧就抓到嫌犯。这3个嫌犯表示讲，因为因最近失业，所以想要请新尊登去处理咯，甲因保庇。也毋过因最后嘛是互警方移送法办。监视画面内底3个人骑机车来到婚林未了的一间公庙，其中2个人入庙举香咧参拜。正秋平的女性煞将神道顶悬的细尊新尊藏入落架内底，偷偷啊炸走。日前一名男子因事业工作不顺，想请神明到家里坐镇除煞，到麦寮乡某公庙参拜后，顺手牵羊偷了神像。晚间庙公参拜，发现2尊神明不见，向警方报案。第4分局接到报案，到现场搜证调查，1点钟内就随甲破案，抓到犯案的查甫主嫌甲2个查某共犯。主嫌表示是因为最近失业未顺利，才会想要请新尊当厝邻保庇。赶到现场搜证、分析、调查，不到1个小时，逮获偷窃神像男子还有他的同伙，并起出神像。警方除了抓到嫌犯，嘛找到互人偷请走的新尊，专案依照切盗罪移送法办。警方嘛提醒民众，公庙是开放的空间，应该要有警觉，提防不肖的人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东关正受到欢迎的风景区换水湖，过去每一冬哦，拢会发生渡水的意外，后来就管制无要来互人落水咯。也毋过最近这2冬哦，嘛因为管制拢无厂商愿意来遮经营，最近有民众讲，望讲会当搁再开放，做好管理，互换水湖会让恢复以前的热闹。伫台东市的换水湖是政府起造的人工湖。水河的面积是真大，超过88个标准的收水池，水是真清。第一热人风看了就想要落耍水，不过目前只是禁止一般的民众落耍水，敢若开放予芳船、独木舟的训练课程，或者是亲像铁人3项运动这种比赛，才会开放予民众来这个水河活动。不过对游客来讲，换水湖遮尔美丽的景致，敢若看袂当亲近，实在是予人感觉真无彩。当一趟过来了，想说，来这边走一走。天气热，那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比较更安全的措施？对游客来说，可以做一个水上的活动，会更好。台东县政府统计，过去换水湖一年要发生9件渡水的事件，造成真侪家庭的危险甲悲剧。尤其是伫休热的时间，青少年想要免钱去耍水，都较会造成意外。
所以县府就管制民众袂当落耍水。县府表示，2年前有外包经营水上乐园，渡水的事件有减少。不过，从疫情发生了后，业者经营困难，所以就无搁拍契约，所以搁开放管制。即马休热旅游的大月就要到啊，活水湖敢是要开放，搁引起大家讨论。县府讲已经有积极伫招商，目前也无适合的业者会当来替手。怎么样去整合所有的活动，可以在活水湖里面可以去使用，而且让大家可以玩得安全、玩得快乐。这是我们接下来招商的重要的目标。县府强调讲，活水湖毋是不爱开放，是遮的水深度有4公尺深，还佫有真大片的树林。安全性甲环境的维护，拢是经营管理的大考验。若是无管理好势，就来开放，恐惊会危害民众生命安全。不过，县府开放予民众提出有安全计划水域活动的申请，亲像是芳船等等的活动，而且嘛持续来招商，希望伫明年会当顺利开放予民众来耍水。记者综合报道。中嘉大学一个跨性别学生，伫106年向学校争取讲，伊要住查某学生的宿舍，也毋过伊讲伫沟通的过程，伊感觉学校人员拢甲伊口说。刚才伊调查了是要求讲，中嘉大学是欠缺性别意识，所以要求教育部爱重新来启动性平调查。身躯有查甫的性别特征，毋过对心内认为家己是女性。一个跨性别的学生，106年入去中嘉大学，用电子邮件提供诊断证明，想要照性别的认同住入去查甫宿舍。毋过入学了后提出需求，说互2个老师甲带宿组的组长用性别歧视的言语侮辱，而且同款甲分配伫咧查甫宿舍。他问他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宗教信仰上就是不认同，所以对这个孩子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人格权，还有他性别人权上的一个打压。甘为业大华表示，学生身心拢受到伤害。过年3月休学交大，期间对老师的言论提出民事诉讼，2个老师判赔12万甲8万定案。不过学校的性平报告，敢若一个老师对学生性骚扰成立，一直到今年3月才确定口头薪格处分。教育部应该照新事情重新启动性平调查。重启调查目的能够去找到一个可能性，除了应该还给这个学生公道之外，然后该就责就责，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这上面再对学生回到学校能够有一个好的处理。调查报告指出，这个案件只是济案件其中一件，因为根据台大教授毕兴达107年到108年研究，全国157间大专有99%的宿舍拢是查甫查某分开的空间，敢若13间大学有跨性别的学生申请学校的宿舍。要安怎重视而且改善跨性别学生住宿舍的情形？教育部应该赶紧研究指引，提供学校依循，而且甲社会沟通，减少歧视。记者综合报道。新店的碧潭最近有在地文史工作室推出文化导览的活动，带民众踅新店听在地故事，咱做回来看卖。像讲咱新店阁有一个小草坑啦，有无？大草坑啦、苗笋坑啦，吼，这个坑呢，指的都是山谷地形。详细解说地名由来，这是地方文史团体暗坑文化工作室举办的导览活动。碧潭山河景色优美，毋但观光发达，丰富的水资源对济产业的发展嘛拢有帮助。对淡水河流域的开发做一个深入的探讨跟研究。那新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今天这个吴老师带的活动，我一直向往很久了。咱今仔日这条路线是咱新店甲暗坑啦，拄好新店这边是泉州人，暗坑咱是咱漳州移民，所以咱遮的信仰啦，咱讲的信仰啦，文化啦，咱个语言啦，拢较无共款。台湾头一个私人游乐园碧潭幸福乐园，也佮有日本时代文山新社遗址即阵的空军工坊。吴批为除了用文化资料讲解历史现场，本土语言的推广嘛是工作室的重要目标。我讲无共的迄个场域吼，一个产业产业的无共的所在，来教因产业大家，就讲咱会找迄个歌戏的老师找做文史的老师找咱在地的老师，古庙的庙公来教课安尼。
工作室今年也进行台语绘本的计划，要邀请老师参民众做伙创作，来听生活中的台语安怎使用。详细活动信息会刊伫暗坑文化工作室的培训专业。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新北市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